长篇评弹《玉蜻蜓》第18回，三苏安堂，由蒋月泉、姜文兰演唱。娘娘的让欧当里向水沟，叫啥天三四场结巴弟们，那让云房里向大派的，不晓得个调皮下头放来。那让三四场南云房皮头当中拿金龟身的木头人，这个香香气吹出来。一想拿四个皮头当中里这样一个木头人，拿木头人的面孔看看们面弱的来，想到啥然后看见些，去得不神忙样，真正为人为。这个辰光马上就要抽吧。那么方姑娘追你的班车的事情啊，不懂么就拿出几样门里，啥个钢筋呢？比例当中扛着俺一样门，拿出去。香江的让衣裳裤里一什么松到外边吧。这个头名我对李爷的还来了京东娘娘半边，可啥水开班当中一当么关到水车子腰。一句闲话在没得，想法不有事体。不晓得京东娘娘眼色上会看见方来南云忙出来没地方忙，还有啥好的？一口方来来了半边一句闲话没得么？我晓得这个四个规矩，还不能耍啥。三四他下来浪口，看见调皮下头出来五百闲话么那么的多的。本来我有个心么是经三康弄子，来进去有啥个用场？等到那一到的么听娘娘神诀了让敷衍，来三四场不旁边的辰光，我放来吹在娘娘耳朵上，戳了个一句，是娘娘我让三四场皮头当中去啃一样么子出来，来看，娘娘一听下不落。再放来忙忙，那个坑头子的扎到，那皮头当中还不得去坑，啥个名堂的？一口没得还一个木头人，一个读书这样的，与马铁称上的嘞，要么就看上去是看不到的，怎么来闷闷一口？叫啥京东娘娘面孔哈了个一杯，知真愚昧，大娘娘。我家返来在你床上陪送，去吃一步，亲家到底什么东西？但是他听见是皮头洞里拿着一样么子，一直讲在哪里？哪里去看？来没得浪台浪看一种。但是他看见一个衙门么讲那么我，说皮头洞里的香香啃死起来。这个调皮我的妈妈，那个肯定是我中国白服，你到皮头洞里的么子会得啃出来？你哪家的哪说法？这个啊，哪个亲家？那么子，三是他想刚进，你问我啥提出来？这个那个有个总是帮弄狗，那现在别说有个三个上不用的，你哪讲法？事体总归要出版。这譬如说到做大事体，总归有出版一讲。如果今朝这样出，我不牛开。什么人到金家里来水果堂，今朝分第三次，一地在水学两次，而且个男体我人中凶小，我搞个具体当面口气都要个嘞，再要本出版。想不到今朝把那个调皮我的东坑西坑去坑出版，我西子看眼不皮。那哪说法呢？一般是金龟身都不要个香的，一说是你马上贴起来，有性命来吧，我记得贴起来，要历来师兄之弟。
吃高人农家，你不是分不定是菩萨，这里不能会得你，你那看么子不？不能无上师公，总归你农家，哎呦没得么，哎呦没得，总归你30他一入，这里不能就说不出那一个不驴定位的得出来。大娘娘，什么东西？这是啊？佛呀！啥个？啥个？这是佛了还？哎呀，口差不一样，但是变化的呀。啊，说的这是佛了还？那娘娘在再看看，这个啥个佛？那比喻当中有什样一种佛？这佛门大方向地浪向谁相应？这个佛比喻当中谁的啥？京东娘娘一口没一个毛头人，读书人，这个男孩佛个人，拿地上一块不肯放。弟妹，佛有佛名，佛有佛号，他是什么佛？在思考想，我晓得就是佛没清在自两是米拉地上去。罗里子佛没靠了皮头动力，你哪说法？而且不能改的，佛是吃子可以的。你再改是高年纪性，那今朝西子还是了不啦？佛呀，到底什么佛？佛呀，佛有佛名，佛有佛号，他是什么佛？啥个问题？不是那种不个，一般是金冠身份，不个样。这个面孔羞红嘛，哦，哒哒的，这是佛呀。你说多让分不名字的，个天不万不么，终于一不给人释迦牟尼不耍个佛。娘娘努力把面孔一口不晓得毛病吃足的，不就来带方来看看，那白车的要有当去的。我打你把弟妹来心里想难过啥？你刚刚不错的，来去摆地上，现在是要摆面孔。我不看得起来打来把弟妹来骂我啥的，吞吞吐吐，非要非要，啥个非？不拿不名字的，不让比喻当中的，不人家佛教上打已经不得了，我哪个时刻在于跟其他非的空，啥个不呢？紧张的把面孔打开，马上来，晃眼手起好凶，弟妹是。我想佛应该地上是相依，相思佛有后。双离明，我想我佛应当在地上，那么困个法语语的，经理想我晓得。开牛市里向有种喷本，今啊都我佛堂三季，那么叫困本，还是困那地上？俺不说把出高人困那一堆，我不看得起来把弟妹，你啥地门来看我不起。今生姊妹须莫比，佛经是可道真意。
那么也是，你哪是呢？不是俺一政府的呀。他聪明长，随便哈水上海起来上个班，没去搞你们，不晓得走。来屋里，要听你娘娘回复，刚3日天不来回应，再到店不去，聪明，现在不来。上批发上讲，我是起来秘密的，搁里边门的，我既然秘密的嘛，刚进门来来上天去狗哪个？刚正啥地不是？来叫我们还讲，辰光过脱了，要讲刚正讲不要紧，现在讲来不及，那哪能办？假使讲出是毒药，有性命来不？不讲你别来了了。3是他在想，讲了才比哪不讲？我不讲不理呢，这在呢，你娘娘这话我不看的，要是我一个人。欧堂里本人还不，所以3是他头一击闷声不响。娘娘为哪们呢？佛有佛名，佛有佛哈，是不佛？到底是不佛？西方里的佛人不是？我了让皇帝，来了让势力要得点过后了。娘娘看你不想不用上的，这不想就放在俺宫门的，今朝背后呢说出来是无忌。那娘娘来这里相会，到底是不佛？我们明白，叫啥菩萨的来人，居民王菩萨，老婆婆让外头进来。与那老婆婆，她乐意送天飞。哎，听见小事他说的还惊动娘娘了，让你3是他冤枉你，要去送锁子。老婆婆刚刚进来送入，底下他那个不对啥的，立刻叫他吃上俺中。哎，都娘娘用入，东西来别客气。3是他用入3是他想人家也是都会吃得了说，对哟。不过这里可是说的这个很项目的，分享这里出事体。方姑娘那个比如了让外头，东西呢，把头半边一个么老婆婆来了啦，我们老婆呢还最点不事体。你说平平气，那一里么京东娘娘为了嘛？到底什么东西快讲？是啊，到底什么？3是他比较的对不想，你老婆想都比了这你3是他刚刚对啥么？那么不管哪日，你帮啥3是他？哎，这娘娘都怪叫你3是他刚刚对啥么？那么娘娘说你的3是他不肯讲那个来门门难口，那我都叫翻来塞他双让北中抽出一窝，到底什么东西在此分他？鼻头弄里啃出来，哎，为老婆在房里看看哪个坑里的得那这个我因为那鼻头当中我才去啃的，哎，那让啥样？在此待呀，你老婆来看看，不是啥么？老红眼睛，你凭啥么按下去？哎呀看，哎，不看么为好，一看哎呀好。哎，媳妇，哎媳妇，
来当不人讲死人，哎呦起一口，面孔一红，不就来谁呀？最爱喜欢么？京东娘娘在那个面孔上看，看那老婆的头哎呦起带个样么子一口，面孔就是像最么个样么子难摆下。那么礼服肯讲么难讲一样，老婆，再看不肯提价，累死了吧？放来过来要跟我离了，他不来对，是啊，婆婆我也是累死了吧？是，我不是啊，我不是。虽是他听见娘娘那讲老婆是内心想对，今朝上去最有那老婆讲。我初中归初吧，这个南阳我这里头吃金龟生的事情，我随便那讲不去，面孔包了路上去吃假人。最难来我讲，我是讲出发是南路事体在忙我身上抬，死我才是靠一狗子，不管你多少钱，实为是难事。所以才是靠对来不户口口啊来。哎，谁是他？四大巡警。会是你。是了吧？要是一个人那样不懂的，喊我说吧，我不快说吧，我不来说。是，这个3-4套晓得吧？老夫只讲来的，只是里头有点少句话，弥补口气，一为一口气。隔壁对老夫口那10句话当心啊，因为我刚才已经是知道的，你也是了，我句话不要让坟当中豁出去，你菩萨不来不要这个。地母也都不理，就带这个老婆啊，老婆，你是了吧？这个老实的是我呀。哦，对，你看看，你也是一个人说的是不干，本来只讲好么不来噻，我啥个不来让比例当中呢？杨家里才是厉害家。让这个进来当中，但还还要花领子拿地包换过去。老婆爷爷就跟哪来噻？那不要么子为好想想法子说法，比例当中有啥子？这个不来噻。这个人要么来了说，不句话。哎，这个么就是什么东西？不问，不问。佛有佛名，佛有佛哈，是不佛？这个佛么三个就是佛着问，你来那个他们三个分是问，到底是不佛？老母想着烫死我，搂一搂马家水是抽的有性命来吧？烫死我是这个金冠生毒药个香娘娘娘在香港，我个男人唔能吃，哪看那里比例当中。而且我个男人哪说得上这样一个点点，晓得希腊欧当里有性命来吧？就说老婆想到这个一点利害出尽，一后么那喊你当你普通一样，想到个张体出尽头，哦哟一来，不觉得难哦哟一来嘛？老婆因为你当门这个牙齿在落脱的。别人讲说乌溜溜个洞里是的一个窟窿，搿里像乱风的。搿真佛么随是，哦哟一来，搿里像带一阵风咻一来。搿真佛么随是，那么咻一来，今朝京东娘娘吹上去，不吹也弄不落。娘娘听得还搿真佛是雨，那他肉不？还是药物，我来他不像锅里的，本来我想不出来的，买成药物啊，药物啊，是药物，喂，药物，就讲这个，俺都娘娘这个药物是公中要有良心的嘞。3-4套听啥么子啊？来不把一整啊龙不龙，你为良心啦？哎，真正的是死在人工。哪到中国这样子，来别急，老婆主理下了让说，若不公众与良心的了，你已经在书里头，你唔不把握的是良心。说那个老婆就是个的海外，非台湾人聪明智刚好，但还你个专业就夸着你好，
几百块。上来那看有种人脑筋好，走出来个女的特别好，但是你慢慢的，你要往想细想，考虑慎重，走出来个女的蛮灵。有种人你非但为好，而且夸杀一来那分旁边的就在是几百块老婆就是个种人。哎，岳不公终于良心的了，结果娘娘不肯放过那门，哪里良心？这个一整岳不嘛，就是活跃跃，四个粗暴，岳不上就是岳不这个脚，活跃跃。娘娘现在预告是有点真岳不，该真你，该真岳不这个岳么是。7人6月个月，就是月年的月。咁那老婆子里向嘛，得这个种事业的，居然还是7人6月。搿里哪有种事业得出来？平常人光听得浪，当告诉他，有当时很三是他已经要摸个样，来网空出家人，当金官生做种那个事体，你出家人是要拿个种7人6月要跑偏，来那个种月年们来跑，已经听得浪。千年文史好个样，今朝这个月是到农家么里头调来用用，7人6月个月，月年个月。那么哪能比对当中，其实老婆已经30岁，30岁这里要高工，也做不得那相子。哎，那么等娘娘来叫门路老婆，都是2、3年纪，倚老卖老。光天说话人，救命的终于2根头发，拉拉绵绵，不破彩带，讲不来。你要问你30他是你家开的熬上过来考察的一行游戏，讲不出。哪位是太太？但是京东娘娘一般已经相信的，说了有让那个巨无的别个在那里土挖的好。来问你30他解开了牙膛锅里说不出么？刚刚因为这只面孔羞红，光你那个后浪低下来么？娘娘一拍一面已经过了这样子。啊，别个等娘娘打南岗子有人牙头批评不能想，对的。啊，我牙头不行，我是倚老卖老，他到南岗来娘娘要同情，30他。没办法，你老婆只好老实讲的。30他一个里搿种样子没晓得你举下来，可是像老婆呢做定，我到你来得当，你真不是下来，我会得不的。秀老婆30他。此大是真，你是两吧？不能不讲的。大娘娘的同气的。是两吧？实刚对你好，你哪会和不讲娘的？是。你不能光我讲。是两。哎，没办法，你不只能够老就讲啥。哎呦，老他不做这个，这做是做得来，听作诗韵。该正确的就是7人6月个月。那么娘娘说是那边小你出家人，你该找欧堂苦呢，叫么叫家欧，欧主人不听同理。谁看你2个出家人们手边上个豆腐啊，弄点书籍，到个种大人家歇去当吹拂，那不破太的。那么到个种大人家嘛，什么你都看得起，你出家人可以10大在上房。有让达到的多理想，一口么看见的多老牙体，太平拔是不啦？小牙体小拿面对的了。小家体狗牙水才水的了，如果来这个差不多，你花的多得嘞。那么你出家人看了眼睛不离，到底人啊？当然是为好，为到欧上的日日为没少，我不能鼓励他们，没办法一到衙里困到上，让我们乡下也有名，大家是爷娘养出来的人，那本人家身上就得打个有压力，啥天你出家人能够扣一个字，就说周子这个女的困不着，
那么那比对当中是要发个真学问，让困不大的辰光们，哪个政府把他凶去，叫发在心头，发在心头。一会困到门上么，夜夜，天天他不。那么你们你才是他家说不成，你解开的马上过你讲不成，太的。我是老婆家命的外有几根对方，那么不但你娘娘讲么，你娘娘的东西，老老米鼻子还打你讲，这个董娘娘打你讲是你外头天定天下，你都太的，谁是有？有吧？他不像你弄的哈。有吧，尽快有吧呐！三是他，俺后头让靠后头，一想来那个食谱，你哪不能想出来？京东娘娘相信没没啥戏，方来实干第二比我对他还听得上低的，可是第二瓜三是他的事也说不出。你哪讲得出？你看见别人讲嘛身上这代，你们狗是能个口的，你讲不出个事也没空讲了，后地我来是，方来上点比得还会相信，没还不是记得，一天乌云行晒着了，那么老他们那十句说的别人相信么好的，那十句就是说的别人讲相信，已经相信的，还带不是那个，这是个老他们还我都。去勒出，都不烫一句。说这么厉害了，不行，哪把我捏活捏出来？那个张不行事体，马上搞不出东北心里不牛么的呼吸就勒嘞。不晓得刚喊我来要狗狗叫，你不能给多烫一擦擦，多烫一擦擦不能就要掰跟头。一张台子这还四张，叫你帮5张是要出毛病。你勒出哎，谁是药了？你们你三四他的哪是？是不是？比如这个娘娘在讲，关键的四个上浪下3月了，去烫这样一句，那个意思蛮好，那边看清你3、4他上浪8月份，那边看你不起，关键讲，翻转来一句闲话，不关键的四个你用不到不在心里，你看外头去有男人的，关键的四个上浪3月份。这叫京东娘娘隔壁个第二比我对几伙厉害，一进了灯摆车的，打来着，来我方姑娘，你们安当之中的女生都规矩了，公共规矩，冰清玉洁，双上都去学不，哎呦，那么也是的，这个辰光是很硬吧。3月份，个个在，等些我出去带的都上在去摸高，对，你摸摸着吧，哎，3月份，那他不是很硬，一想要4块的这个来比赛，这一3次他又把你500个，却等些真的到外头去摸，一摸4个上了500月份就是不规矩的，也是，这说来不大舒服。在第二批我就看看难得厉害啊！按这里老师讲的更多的那难受，也不得口里不离哒哒。啊，这个娘娘可真学把啥人去听出来了，你不是啥人去拿出来，拿出来个样么是在比比，啥人去听出来？我家翻来，哎呦叫方姑娘，哎呦那个是穷武昌都不行，你要晓得这个学不上，就把它比对当中。这政府不能够见两光，不能见三光，整个政府的辰光都拿欧王里相争，你大家这想过来为欧王，不能见两光的。现在你那个政府不拼出来，又不要东西，而且你拿那个政府不去拼出来，不能见三光。放来听起来，我不晓得，说如果能见三光。不要么说在若不上步枪，在扶了我身上跟我走起，可是我鼻头里向不不在心里了。哎呦，又出这毛病，大家实讲老开个屋里经交关的上当，一听老动个闲话，你也就2大岁，拿个毛头你一听，刚刚一把抓出来，现在你不够抓的2大岁一听，
为得三次他内运嘛，我毛头人那个皮头当中适合么眼睛喏，皮头打的改好。我双膝跪下，举了上门的慢慢通人，若不单位上我不晓得，分晓得那不能见三光，不急不然，磕他3个都没力气。老婆在地上看见个头名我都让磕头嘛，让安好些。像那个头名我都娶个姑娘，你磕得2个都压好。那方姑娘回到外头嘛，老婆一听都称呼不得。你叫上叫3次，他叫你三子，哪叫你三子？是你娘娘替3次他把子鸡呗。啥人同你同年10天生？你娘娘举我举重阳，3次他生个初三，娘娘读了3次他是满期。哦，这不要进去过来，俺恭喜大娘娘，后喜大娘娘，福报社亲于山，小子娘娘，恭喜你先家，后喜你先家。老夫社亲于山，都是要你先家。你买去的。让隔壁稍微累些些。这是个京东娘娘口口来不不了，来没来？福特上衣来这个语气，像我天至尊结把姐妹，连是我妹子，你那欧堂里不用不是的，诚心了用个娘姨进来，为了一个来不不让我在岸上，啥都得动，要是做得动我就脱离。啊，老俺周娘娘。你今年几岁了？今年嘛54岁。54岁，记得每年了呢。家中未遇好人。我里想是个是总是个人想不个吃。不能做，可能这个妹子也脱离么不得好吃不离，娘里不是个最得的。大伯，周娘娘。我是随便男孩子，刘姑息等长给在1年，金家的张王里来领12两人。要是来到姑息03亩，那么每一个人在金家的张王里领1两银子，我是随便男孩子。哦哟，老母亲不得了，1年12两银子，搿辰光个12两银子，连这个布车衣裳可以简单补丁的，不得了一笔什么？大娘娘，用不着。老伯伯佛是4他分内手上应该啊，也对，用不着，用不着，也对，哪位人呀？哪位人？不方便呀，1年要12两，这个手上用不着。这个娘娘，假使今年运的呢？娘娘这个写起来，你来到话也有气呀，市里面还用不着，留下来马上运的呢哈，运我们都1两万。13两万哦，用不着个呀，哪位人得来用不着个呀？这东家娘娘恩福上，我乃后日来说法，百子3福31零啊，乃福如东海寿弥山。老伯伯带你看看，来用不着顶着。12两银子1年，来说不我啊老婆，我不是3次他是输得最多的，你叫分晓得。养儿子老娘我做你哪些？为哪输的？加上这个当沙盘一路上出去的辰光，把就来在京东娘娘口，那边讲说12两银子1年，我有一桩事体本当来办的。
假使个张事体我当来办人工，我非要是拿来12两银子一年，100年两，1200两，1万年天两银子我还弄，分没的。我非有一桩不到吃，我是非人送到他领公郎。3是他云王太子杨子熙拿来喊我送到金家，真是东家土不如怕的，队伍地里谁去？有些人在还马不山东人纪律抗人不知去，不就那京东娘娘该搞的，男人不晓得，那个男人跟西的那一分晓得。这个小奴我当然送到那个说看，1200两银子一年还弄不能，进步还弄。虽然个当时分担来办的，哎呀，这无里无多啊！哎呀，对面个方来东西在中市塔旁里，上了还要去摸个脸，不过个来第三就是不回去，帮我唱个无拉海。他是以子女生相为，与那一种女生去上两。估计总是他在了浪，不得好的不得多大，不好在总是他不好在，不好在。做啥家？出自头日去。手讲啊！那他把啥子讲？手讲好呢。京东娘娘了让3是他云王里，把他放来了让皮头当中拿金冠生都要个香香木头人气水出来。哎呦，那么难呢？门3是他上门，3是他后半突出，说京都要个香香。哎呀，那是假装的吧？3是他已经绑子起来。真的。京东娘娘现在差人就去喊内地个人来做施工。这个不归你少去吧？我可能都花点大举吧。这个归你少。呀，他都花了。哎呀，那么难不？就归你少。该个种不是东里个么子们都扒拉的，是东里的么子快点拿走，都还是去快点大举吧。不归你少去呀，都带着路他去，你带着路他去。咱们都是俺都带到武长那里去。你害了你！不要做施工随便那想不到这个施工了让武长那里。你混啊！我归阿三是不归你少，就要归你少。那个我看见总是他觉得面孔走什么跟好话不里头，单到累累。来那个差不多来了，差不多到的呢。听个身上个开心家。来你啥家？驴嘞。别弄错啊，香香是水出来。我现在出来哪里？门3是他啥个么子龙江的当天不去等我打进去。哦。不我是个药物，一天我温心塞了500日天。我那是个药物哎。我跟你在哪里？哪不干呢？你多听着哇？别打记着哇。别多听就讲噻。哪里就讲着讲？我说规矩的施工上让3有药物的。对官。是个对官。那么方来问我。是你都按照这个施工按照规矩来喊我哪说法？那你哪说法讲？我总归说个古在规矩。那么你是我们上了3有说法的。哎呀，你不管。那么你晓得我哪说法？你哪说？我这还硬听我是个古在有的。你来的话你不管。那么方来说东西在皮头当中要来摸个。哎呀，他是不许是不规矩。哎呀，这个你不管。你都自个去想法子的。怎么能弄法呢？哎呀，来那个他把能不能弄法呢？是讲，要不这样吧，咱去替某人来做一个吧。呀，西瓜的难度是么我们不来的吧？哎呀，那么怎么下来得及了哇？但是么，我们都不要紧。为什么只要有个年长老子了？没什么我们不管。总是他觉得糊里糊涂个当票么到底还是当卡。在这里说你到底要讲，你多要我生命大家跟我来。当家地里最么总是他跟那有的飞的师傅在上然后去。那么当家到罗丹，松子里北头的还有一张叫八字堂，这山堂上王太太养起一个生子下来的10个八字堂，一个大菩萨身上像丰满才是小来药，而且这种小来药的样子种种不同的，有一个金鸡墩，有一个神风插旗。有2辆飞鱼呀，大概500个吨。当家深度要我西门大家来，每人包一个去死了皮头当中去。那一个我一个嘛大8字嘴，
分享的5多年上，上头两4个八字钱，这4个做的人2，4个的2不上。我让他菩萨长头头上有个4了，要见不见4了，要不4，什么样子的？搿老夫眼睛睛拿下来，个人拿到云房里，拿枪子搭起皮头，掀开门拿个4了，要死到皮头当中。皮头刚好拿云房门开什么，灯来放来摸。那么方姑娘阿来摸，这个头名我里头还识得出走得去。等下来让3、4趟云房里出来，立刻见中4趟房门开了，我们就想我要去摸。啊，内心那么多姑姑在有肉不跟妈妈这样子。说到云房里嘛，刚开皮头大帽子。这是有，隔壁进来的。还有的，但一摸到是才有的。这个方来摸上去嘛，中4趟个药物了，530趟个喝。30趟个药物都只能摸上去蛮光边了，那5多个药物摸上去有点10天不，7个不低。再让这个强调嘛，你不让是自不对的。喝来喝去嘛，吃的老婆一句闲话说得好，这个药物不能够去亮光的，从那个方来虎口掀开来口，来一口马上就要抽棒。今朝5不老婆讲娘娘睡欧大分睡到啥？那么要搞在盛方的龙的恩吉屋子盛方不可。